川普发动攻击委内瑞拉掠因的总统马杜罗。美国学者甲议员是拢真烦恼封锁甲斩首的战术，会互中国摕来对付台湾。另外，目前咱台湾有200多个侨胞伫咧委内瑞拉，不过加在人拢平安。车一台线一台，有的排队等咧要加油，有的全要买民生必需品。美国伫初三透早对委内瑞拉首都发动攻击，迄天早起民众也算冷静。伫当地大商讲，其实大家心内早就有准备。今天有一些超市啊、药局啊，还有加油站有出现人潮排队，但是秩序是良好的，在委内瑞拉人的心中也都已经有做好心理准备了，那只是不知道哪一天会到来。咱外交部讲，即马伫咧委内瑞拉的台湾侨胞差不多200多人，拢正安全。因为美国的行动也互大家关心，中国是毋是借这个机会合理化对台湾行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白兰斯认为，封锁加斩首的建设若有一个先例，恐惊会互北京有样学样。共和党众议员贝肯担心，独裁者会用这件代志正当化因自私的目的。民主党众议员肯纳讲，若习近平甲赖清德抓起，美国会当讲啥？两岸的这个局势包括这个军事的这些作为，它的难度跟复杂度应该是远超过于美国这一次对于委内瑞拉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目前判断美中关系，我们要比较谨慎审慎。那怎么样跟美国打好关系？跟川普周边最重要的核心的权力圈有直接接触的管道，这对台湾来讲是关键。那与此同时，应该也要同时能够去稳定两岸的关系。学者认为，中国对台湾发动攻击挑战更加大，因为台海环境复杂，又有盟友的监控。另也是强调，伫法治、民主甲防卫能力两件代志是无法度提做伙比。国民党是认为，川普的网络主义甲重心退转去美洲，台湾也要做调整。包括美国独裁政权在国际毒品贩运的角色，以及其威权统治造成着人道危机，均已严重冲击区域的稳定。台湾政府也期盼委内瑞拉能顺利和平过渡到民主政体，并促进双方关系的发展。咱外交部讲会继续甲美国在内的全球自由民主友民合作，为区域甲全球安全稳定做伙努力。记者综合报道。